即擺績效使用這數位服務的情形愈來愈普遍。網絡內容安全防護機構 iWin 今日公布上最新的數據，講互人網絡霸凌的比例逐年攏在增加，而且今年佇網絡頂頭傳性相關的信息，這國小高年仔呢比例呢也超過國中和高中。iWin 是呼籲社會着要理解績效心內的需求，提醒因着要保護家己的隱私和安全。網絡方便進步，大粒囡仔攏會佇網絡查資料、看影片，甚至交朋友。網絡內容安全防護機構 iWin 有針對績效使用網絡的行為做一份調查。調查顯示，網絡霸凌的比例逐年增加，對2021年的2.2%，增加到今年已經7.3%。另外，佇網絡傳性相關的信息的比例，國小高年級別也超過國中甲高中。2026年的數字，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傳相關性相關的訊息，不管是自願的、受他人的這個壓迫的，或者是說有點像是這個加害者角色的，非常值得警示注意的，就是說這個國小高年級的學生的這個比例占比較多數。為了防止兒童甲青少年佇網絡接觸到危害因身心發展的內容，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 NCC 委託民間的 iWin 處理申訴的案件，去年接到申訴的案件是2100多件，互人檢舉的網站超過7000個，其中境外比例是佔84%。NCC 也表示，希望對源頭平台的設計打造更加適合績效的網絡環境。2025年，我們總共受理的申訴有2184件，所以它涉及的網址數有7079，境外的案件數遠高於境內。平台治理的重點不只是移除個別有害的內容，而是讓平台從產品設計到日常營運，從被動處理走向主動預防。iWin 也表示，今麥網絡甲 AI 快速發展，外屏幕的技術甲假消息滿時，呼籲社會應該愛先了解囡仔佇網絡的行為，去理解因內心的需求，毋是用禁止，愛用提醒的方式，互因保護家己的隱私甲安全。記者顧友麒麟、邱凱台北報道。